开人去背面来看到回转寿司店出菜速度真紧，提料理嘛真利便，菜色五花杂色，即马都有消费者伫人面前表讲，新北市一间分店洗盘拢是空的，等真久，敢若看到番麦笋，也有瓦萨米，一个甲店员点料理真恶等，拢等无菜。事后总公司嘛派人来了解，讲是为了要互食材会当较鲜，较无人的时间料理本来就较少。也毋过伊嘛承认讲分店算人客，质料无好势，才会互消费者感觉规个洗盘拢是空的，刷来因会检讨。伫个下晡的时间，人共款是安尼炒，师傅的手嘛拢无停过。这个洗盘若是物件空去啊，就会随甲补新鲜的寿司。不过日前这间出名连锁寿司店，煞有民众北巷讲，新北市有一间分店，因的这个盘仔顶悬早都拢空啊，不过洗足久的，嘛是简单看到番麦笋啊甲羊角豆这的熟的物件尔。通常都是大概7、8分满吧，但是我去的时候都是大概在用餐时段的。可是如果空的话，你也是可以跟他点。北巷的民众伫个初十暗时8点50分来传这个相片，讲这个洗盘仔已经洗足久啊，不过拢是空的。点餐了后，服务生回应讲洗盘顶悬有物件，不过搁等10分钟，嘛还无看物件。其他的网友就滚笑讲，其实可能伫个出菜口有一个大只的，伊安尼一盘拢甲食去，咱应该是坐伫这个大只的下边，才会拢食无物件。不过总公司事后了解，承认讲确实是有过失。客人是在平日礼拜一的晚上9点左右到门市用餐，离峰，然后快要打烊的时候，餐点本身就会稍微做一些调整。那当然现场状况而定，针对那个画面现在正在做内部的检讨，这样子。业者表示讲，一般的这个尖峰时间，这个洗盘顶悬拢会尽量甲放互晚。中昼顿伫个12点到下晡1点半，那暗顿伫个下晡5点到7点半。不过伫个各地区的民众因的用餐习惯无同。会照这个分店的状况来做调整，尖峰时间会出现较侪青的食食，若离峰时间惊这个食食变无青去，所以洗盘顶悬就以煮熟的食食为主，含这个甜料。假使讲人客若有要求，另外会使加点，即便互这个人客有歹的印象，业者嘛讲家己会来检讨改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